5，好，幾多個舉手？我哋評判團舉手，1、2、3，一人一票3、4、5、6票， 2、4、6、8，8票啊，呢個8票啊？唔係因為個機遮住我嗰兩 OK，票。好，嗰度有8票嘅，好啦，跟住落嚟到6號，企前一步，佢有幾多票咧？1、2、3，舉手。哇！嗰邊已經6、嗰邊5咯喎。 12哇！呢票，個一定係多過㗎啦，12票。 12票啊！哇，好係好嘢喎！最後一位下一位9號。幾多票咧？幾多票舉手，1、2、3。誒，好嘢，每3邊票有2票。咁即係話瑩瑩攞到我哋呢個台慶女主持嘅合約㗎啦！恭喜晒！真係6號。恭喜晒，唔該心美。係咁樣嘅，唔同性質嘅節目咧就係唔同嘅合約嘅。嗱，好似坐喺我前面 Tony 咁樣咧，你即將咧就會拍一個休閒奇趣旅遊特輯，需要一個女主持嘅。咁你嘅要求係點咧？有錢啊！有錢啊？係啦，點解啊因為？有錢咧，咁去到海外咧，先可以請工作人員食嘢。咁工作人員食完嘢之後開心啲，拍嘢出嚟都好睇啲咁樣。哦，咁使唔使靚㗎？呢個其實內涵緊要啲。內涵咁要啲，需唔需要個樣似阿思穎或者翠如㗎？呢個啊，都需要嘅。都需要㗎都需要嘅。其實我都好貪心㗎，唔好意思啊，杜姐。係，乜都需要係咪啊？係乜都需要 OK，最好明白嘅。好啦，新美係嚟緊咧，你知我哋啦 TVB 邁向50週年嚇，咁啊一定有台慶節目，需要咧有女司儀啦，係係啊咪？咁啊要求應該係點咧？好啊，咁啊，我哋邁向50週年嘅台慶嘅女司儀合約咧，一定要咧就係當然啦，要口齒伶俐啦。但係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唔可以咧，即係牙尖嘴利，好似個麥美恩咁樣，係啊，就完全唔得啦。完全唔得啊！希望係啊佢冇機會做冇機會，會，即係唔好話嚟緊50年嘅台慶都唔想再見到佢。咁所以大家要記住，口齒伶俐，但係唔可以牙尖嘴利，好緊要。哎呀，好陰公啊咁樣。係啊係啊。好彩你喺度咋。係啊，所以嗱，都姐嚟緊50年都係你㗎啦。哎呀，咁做到成百歲。好啦，又問下阿媽啦，阿媽你呢邊咧？你呢份就係咧重量級飲食節目女主持，呢個女主持又需唔需要似6號咧？咁啊，一定唔好似一定唔好似啲一似佢就佢已經夠似6號啦。係啊，你同阿6號一個陸永一個陸氣，成日都俾人哋好認錯混亂嘅。嘅係。咁你有咩條件？我條件好簡單係嘅，我古老啊，要3從4德。係。嗱，3從啊唔關我事嘅，你再加重複啊、重複啊、重子啲完全唔關我事。最緊要係4德，要睇得、食得、煮得，俾我鬧得。哦。喂，你淨係做到最尾嗰點？喂，6號有嘢講。喂，阿肥媽，你今年啱啱搞完呢個退休演唱會，但我未咁快想退休住啊。如果你揀個新人，我咪冇得做咯。你傻㗎，我揾個女仔啦，特登都唔揾港男啦，唔係你邊有得撈啊？睇下你自己個咁啊樣，你唔信盆水都信下塊鏡啦。港男就阿媽自己揾啦，係啦。自己攞嚟嘅呢啲。係咪自己攞嚟啊不過我哋 enjoy 㗎，係咁㗎，對嘟姐都係咁啫嘛。咩啊？真係喎，佢着條攞呢氈。阿 Ben 嘅呢份合約咧個名係好得人驚啊！真人地獄體驗式旅遊節目女主持有咩條件？抵諗啊，難做襟得捱啦。哇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咩女仔會入嚟啊？抵諗難做。佢原本係諗住咁樣嘅話，佢唔會參加香港小姐我諗。圈緊啊，圈緊啊。好，咁啊，問阿 Fred 啦，嗱，你嗰份咧就我諗咧，你應該就平易近人啲嘅。2017年鄭俊文第一首主打歌嘅 MV 女主角，你點揀呢？女主角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最緊要係有觀眾緣咁啊 OK。有觀眾緣，嘟姐都得啊。係啊，佢都算係女人喎，佢算係女人啦。係啊，咁係我榮幸，多謝嘟姐。咩話？你講咩話？唔係，我咪幫你爭取緊。你唔好以為你企得遠啦，我成隻高踭鞋飛過嚟㗎。真係啊！好暴力嘅嘟姐。我哋問下詹聽嗱，嚟緊咧就會拍新劇集啦，同阿定欣啦，係咪？咁啊又要需要女演員嘅喎，女主角之一嚟嘅喎，有啲乜嘢要求咧？又今日我諗唔使好似刁蘭咁好打嘅，但係就演戲唔可以差咯。演戲唔可以差。咁押韻嘅，咁啊定欣你又覺得有咩要求咧？要捱得啦，要打得啦，好似我咁咯。哇，兩個人有啲矛盾喎。係咯，真係睇下佢哋揸住晒啲合約，究竟會同邊位靚女簽咧嚇？先嚟第一份嘅合約啦，就係 Benjamin 袁偉豪嘅真人地獄體驗式旅遊節目女主持。Benjamin，請問你會揀邊一位？我選擇係3號 Bowie 嘅。3號 Bowie，請企前一步啊！點解咧？嚇，原因。因為佢去過好多個地方啦，亦都攀山涉水都冇問題。不過我都想問一問，如果有個節目咧要你好多時間都冇得沖涼啊、洗面落妝啊，咁點算啊？
我以前都去過歐嘅班啊，喺英國去過 Duke of Edinburgh，所以我都成日都唔沖涼嘅。不過我會用一啲唔需要沖水嘅一啲清潔用品咯，所以係冇問題嘅。OK， 其實我成日都唔沖涼嘅，唔該。估唔到你哋一對，大家都唔沖涼啊！好，跟住落嚟，恭喜曬我哋啊，Bowie咧得到第一份嘅合約。跟住落嚟到啊肥媽重量級飲食節目女主持，你揀邊位啊媽？我揀6號。6號啊！理由咧，就因為佢你揀6號喺後邊喎，就係因為佢係6號。點解你講嘢都講清楚啲？揀6號咯，選美嘅6號得唔得啊？得，咁啊6號嗱，因為佢又叫6號，佢又係6號。咁第一就緣分啦，第二佢係修讀營養學嘅。嗱，我煮嘢又叻，食嘢又叻，唔知點解人哋食極都唔肥，我食親都肥。我而家就係叫佢幫我哋嘅節目搞一啲咧食極都唔肥嘅，去計我哋嘅營養，食得健康，得唔得？得，咁但係我覺得肥媽點解會即係話食極都會肥？係因為佢本身心胸廣闊、心廣體胖啊嘛。咁所以咧如果想食極唔肥嘅話咧，我都可以翻去 design 啲營養餐單，但係肥媽都唔使擔心嘅。哇，冧到咧！得啦，啱唔啱使啊？啱使，啱使去炒6號啦！恭喜曬，仍然可以得到咧肥媽呢份合約啦。跟住落嚟到阿 Fred 鄭俊弘啦，2017年鄭俊弘第一首主打歌 MV 女主角阿 Fred， 你會揀邊一位？我會揀5號 Andrea。Andrea， 點解咧？因為佢係主修戲劇，副修係音樂，所以我諗拍 MV 一定難佢唔到。難佢唔到啦，係咪啊？你有冇嘢問啊？其實我知道咧，我嚟緊新歌啊、新碟咧，好多都係一啲搖滾味道重啲嘅。咁你可唔可以整一個 rock and roll 嘅表情俾大家？哇 ！Very good，滿唔滿意啊？滿意，非常滿意。個樣會有少少撞邪咁樣就係。OK， 恭喜曬，可以得到咧阿 Fred 嘅呢份嘅合約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啦，到阿 Tony 洪永城，休閒奇趣旅遊節目女主持，你嘅心水點樣？3號啊，張寶儀。3號張寶儀係佢啫。張寶儀啊！你好啊，嗱，如果咧公司咧其實就好錫你啦，咁俾個機會做旅遊節目，但係去一個地方就叫敍利亞，你會以咩主題或者係咩 message 希望可以節目帶出嚟咧？我覺得喺嗰度因為有好多嘅戰亂啦，我覺得係要用翻一個俾大家睇到嗰度嘅人打仗，但係仍然係有好多嘅愛，仍然係有好多希望喺裏面嘅，所以我覺得係可以用一個比較親民少少，亦都係對當地嚟講係一個比較現實嘅一個反應。好啊，希望將來可以同你一齊做一個宣揚愛嘅節目啊 ！Very good， 恭喜曬！真係好似好夾檔咁喎嚇！犀利犀利，得到 Tony 呢份合約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到阿定欣同埋展鵬啦，電視劇女角色兩位啲心水點樣？我哋揀嘅都有唔同喎，你講先啦。我本來想揀10號嘅。咁啊10號幾前一步先啦。點解本來啊？依家唔係。係而家唔係，因為尊重阿定欣，所以揀4號。定欣揀，咁你揀幾多號啊？我本來想揀10號嘅。啊，而家咧？而家揀4號咯。揀4號。4號定欣揀4號。係，我揀4號。哦，你揀4號，定欣揀4號。係，因為我覺得佢夠爆。好爆咩啊？好爆，因為我頭先佢講過咧，佢咧係會保護男人㗎。而我哋下一套劇咧叫《同盟》咧，我係做一個女保鏢，我保護陳展鵬。所以咧，我就覺得咧，佢可以加入我哋嘅劇集度一齊拍下打戲嘅。我覺得反而佢好難做咯，cut 機都揀取如去做，咁呢啲好啱 TVB 嘅係。OK， 打到噶嘛？你係咪有啲嘅功夫底噶嘛？做到噶嘛？可唔可以做個即係打功夫嘅姿勢嚟噶嘛？1、2、3，咁啊 pose！哇！哇！定欣你冇得撈咯喎，就係。好有力啊嚇！恭喜曬，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女角色合約啦。我哋邁向50週年台慶女司儀喎。嗱，冇咗今次咧，我就揀咗3個，因為咁多星級評判喺度啦，咁啊台慶大家有份㗎嘛。係。咁所以咧一陣間咧，我就揀咗3個，咁啊然之後咧請我哋咁多位星級評判逐個投票，睇下邊個要最後可以成為我哋合約當中嘅得獎者咯，好冇？即場投票係咪？邊3位？第一個咧，我覺得5號係幾好嘅，因為頭先咧喺個談吐當中咧，佢咧就算講到話啊，佢另一個都唔中意女仔，佢都依然好淡定，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幾好嘅，一齊俾掌聲佢先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！第2位，第2個咧就係我想講9號，因為9號都唔錯，俾掌聲9號。9號。9號頭先咧，佢講咗一樣嘢，佢係啱嘅。佢就話咧，女人如衣服，佢就話同我哋嘅主持話：你試下唔着衫啊咁。當其時主持都 get 唔到佢意思，我 get 得到，所以我覺得佢口齒相之。咁即係你順手踩埋嗰個主持。哦，唔係，我冇咁講農夫，我冇咁講。你好聰明，OK。因為但係咧，跟住落嚟，我本來有另一個嘅，但係頭先談吐當中咧，我發覺6號比6號更加好。係。
因為6號問阿肥媽問佢嘅時候咧，佢話啊點樣做節目啊，點樣幫到人，佢成個節目個 program 都諗埋。如果一個主持一個司儀當晚可以諗埋個 program 就仲好，所以我6號比6號更好，所以我揀6號。3位俾大家投選啦。OK，明白晒。咁即係要翻嚟再投票先知邊個喎？呢個時間即刻投㗎啦喎，好唔好啊？嗱，先嚟睇係5號先係咪啊？係咪5號？我哋企前一步先好嘛？好，幾多個舉手？我哋評判團舉手，1、2、3，一人一票。3、4、5、6票。2、4、6、8，8票啊！呢個8票啊？唔係因為個機遮住我嗰兩 OK， 票。好，嗰度有8票嘅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到6號，企前一步，佢有幾多票咧？1、2、3，舉手。哇！嗰邊已經嗰邊5咯喎，12票。呢個一定係多過㗎啦，12票。12票啊！哇，好嘢喎！最後一位9號，幾多票咧？幾多票？舉手，1、2、3。誒，好嘢，3票有2票。咁即係話盈盈攞到我哋呢個台慶女主持嘅合約㗎啦喎！恭喜晒！真係6號，恭喜晒，唔該心美。